佛教所說的無常 anicca 苦 dukkha 與無我 anatta 並不是需要對抗嘅問題，而是需要如實理解嘅真相。真正帶嚟痛苦的不是這些事實本身，而是執着與抗拒。可明嘅對治法係能解放心靈嘅智慧與修成。一、無常對治無常。明白萬事萬物不斷變化，就不會執着於永恆不變，接受無常，焦慮自然減少。二、苦對治修道。貪愛與無明造成痛苦，通過八正道制定慧，逐漸止息貪執，走向安寧與解脫。三、無我對治無智。身體、感受、思想都不是固定不變嘅我，看清這點，便能減少傲慢、恐懼、佔有與紛爭。佛陀教導我們，不是抗拒三法印，而是深入理解他們，從而放下自作，獲得自在與解脫。